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18章1到7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延续13章到23章，讲到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，他要审判列国。而这个预言审判列国的信息，其实是说给犹大国来听的，说给他们的王，说给他们的人民来听的。因为上帝要让他们知道，这些都会过去。在强盛的国家，在强盛的联合的军队，都敌不过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权。上帝是历史当中掌权的主，也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不要去依靠埃及，不要去依靠亚述，而是要依靠这位拣选他们、爱他们，并且应许他们的主。在这里面呢，经文很清楚的表达，当时的埃及，他们想要透过联合周边的国家，他们派了很多外交的使节，坐着芦苇造的船，去到各个国家，想要游说他们一起联合起来，对抗当时的强敌亚述。而在这当中呢，犹大也是他们邀请的对象。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提醒犹大国的王说，不要跟他们联合，因为古时也就是埃及，他们在招致自己的毁灭。果然在历史当中，后来以埃及为首这个联盟，这个军队的联盟，他们真的被亚述打败了，他们招致毁灭。而在这当中呢，犹大的人民、犹大的王更是看见上帝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，真实的发生了。当这些人还汲汲营营、忙碌的去寻求人的帮忙、人的能力、人的资源的时候，在今天的经文说到，上帝默默的观看一切，他观看一切，他在历史中掌权。他是审判的主，他是公义的主，但他同时也是怜悯的主。在更长远的时间里面说到，透过今天以赛亚的预言，时候快到了，那被河流划分之地，这个全世界所畏惧又强又大的国家，指的就是埃及，又高大又强壮的人民，要向上主万军的统帅献祭。他们要到锡安山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在更长远的历史，上帝虽然让埃及经历毁灭，不过也留下一个应许，是要让埃及他们有机会敬拜主。在未来日子，他们会回到主的面前，他们会来依靠这位万军的统帅，也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在这里给人很有盼望的信息哦，因为上帝的心意不仅是要让犹大的人民来依靠他，连这些对当时来说是外邦人的埃及人，上帝对他们也是有爱，也是有应许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很多时候看不清楚未来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要来依靠这位主，他才是历史掌权的主，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现在看为强盛的主，不知道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在现在我们以为美好的主啊，唯一能够使它继续美好的是主你自己，因为你才是在历史中掌权作王的主，你才是我们真实唯一的依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能力，而是要靠着主你的带领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继续的被主你来塑造、成长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